过过两礼拜，其实咱拢会当讲是每一个人拢真期待的圣诞节，甚至毋若是基督徒真期待，甚至会当讲是每一个人，特别小朋友更较期待。咱的这个媒体，甚至是蔡作光咧看的巧虎，拢有教讲圣诞，讲这耶诞节，要有耶诞树，然后要等耶诞老公公来送礼物。耶诞老公公意思就爱叫讲在场的做老爸老母的，就爱知影讲爱做啥物代志安尼。咱是活伫即款的时代，但是咱犹原知影讲咱所纪念的，知影咱所期待的圣诞节，其实是影响人类历史上大的一个节日。耶稣基督的降生，改变了这个历史的进展。耶稣基督的降生，改变了人类的文化。咱今仔日所活的，咱所经历到这个政治的改变，这也是因为圣经迄个人的尊严受的肯定有真大的影响。咱即马现代的科学，迄个追求真的心，迄个追求真理，迄个追求进步的心，也是因为对天顶的迄个真理有一个仰望，所以这科学家安尼来研究，安尼来进展。所以咱看见主所带来，耶稣基督的降生所带来，是一个影响人类历史上深的事件，上深的事。但是现今咱犹原看见，这个遮尔要紧的圣诞节，遮尔要紧的耶稣基督的降生。也渐渐互现代人来改变伊，将伊的焦点来转变，真说是一个不止商业化的节日。来看见上水的圣诞布置要去倒位看？恐惊毋是教会对无？恐惊咱爱去看是倒位咱拢讲哎呀，真的应该要再去那个绿园道，成品的绿园道那边去看因为我感觉讲，台湾台中有真多百货公司，但是绿园道找的那一家广告公司好像特别漂亮很有水准咱看见真多拢真多的这个商业的经营的手段，会当讲是比咱教会咧传扬福音更较积极。咱嘛看见多的小朋友感觉圣诞节是圣诞老公公的生日袂记讲注重的变做是圣诞老公公，甚至圣诞节的时阵爱上两祈祷，要向圣诞老公公祷告。祷告什么？祷告他可以把我的袜子装得满满的，伊会当互我的鞋仔内底有礼物。咱看见魔鬼撒旦真有智慧，伊无法度将圣诞节来消失去。但是伊用另外的一个观念，就是互咱的生活哪来哪世俗，互咱的生活哪来哪期待讲，咱开始注意的是讲圣诞节我要买啥物物件互我家己？圣诞节我要怎么犒赏我自己？咱袂记只讲圣诞节咱要安怎活倒转伫主的面前。所以伫今年的圣诞节。伫今年的圣诞节，咱有一个期待，就是互主角真做主角甲，咱做伙讲一来，互主角真做主角。咱若要庆祝一个人的生日，咱庆祝，替伊办足侪的物件，到最后才发现讲，主人伫倒位，咱拢无了解。主人是啥物人，咱拢无熟悉。安尼就是一个真正模糊了焦点，甚至和咱基督徒有时阵嘛是安尼嘛，咱用做无用器材，准备的节目准备的活动，但是咱犹原常常伫生活的中间，咱是将耶稣放伫教会内底，说耶稣无对咱去学校，耶稣无甲咱做伙伫社会顶面来生活。安尼，咱即个圣诞虽然有无用，但是咱的心内犹原甲即位主人是毋是离开了不止远呢？所以伫即个抬杠的节期，伫即个顶等待圣诞接近的节期，
咱应该爱搁一遍来拄着，搁一遍来认捌，搁一遍来拄着这圣诞的主角就是耶稣基督，来了解、来思想、来体会、来沉思，这个耶稣降生对咱的意义是啥物？安尼才有一个搁较感动的圣诞节，有一个搁较感动的圣诞节。后壁的招待当工可能需要帮后壁较晚来兄弟甲伊带一个位吼，互伊会当有位来坐来安排一下，吼，来甲安排一下。所以咱要来看见，咱咧庆祝的主角是啥物人？耶稣这位基督的婴仔是啥物人？第一，咱知影耶稣是咱的救主，请咱做伙讲来，耶稣是咱的救主。圣诞节是一个什么款的故事？圣诞节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咱看见玛利亚，当玛利亚圣神予伊怀孕有身的时，伊真着急，因为伊还未结婚。但是为什么这个已经伊煞来怀孕，煞来有身？所以天使跟伊讲的话是啥物？天使甲伊讲。请咱做伙来读周报顶面的哦，周报顶面有即段的经文，咱做伙来读来。大笔的子孙约瑟，毋免惊，记着带过你的母玛利亚来，因为伊所怀孕是对圣神来。伊要生一个囝，你就将伊号名叫做耶稣，因为伊要将家己的百姓对罪恶中来救出来。咱看见遮讲到讲，耶稣降生。带予咱一个真大的好消息，就是咱毋免惊。甲边人讲者，咱拢毋免惊。因为有耶稣，咱毋免惊。因为有耶稣，咱的性命会惊吓会当得到讨伐。因为耶稣，咱的性命会当有一个嘛。因为耶稣，咱的性命会当有平安。所以讲到讲，耶稣是圣神来降临。伫玛利亚的身上，所以咱讲，天使甲伊讲，你要生一个囝，而且这个囝，你就将伊爱号名做耶稣。那咱咧问讲，耶稣这个名有啥物特别？耶稣这个名，伫原文内底的意思，其实就是拯救啦，其实就是拯救。伊就是旧约内底。希伯来文内底迄个约书亚迄字，其实就是上帝的拯救的即个意思。所以咱甲边人讲者，耶稣的名就是上帝的拯救。来讲一来。耶稣的名就是上帝的拯救。所以耶稣当耶稣，耶稣即个囡仔就爱号做耶稣，表示即个囡仔伊所代表的就是上帝的拯救。咱常常拢活伫一个真尴尬的情形，咱无去犯大的罪，咱无大错不犯，安怎小错安怎不断？毋知你会承认无？不过我非常100%的承认吼，真正定定咱的生活若是详细来看，就算是咱是一个真完美主义的人啊，就算咱是一个真顶真的人。但是咱若静落来想的时阵，你敢无感觉足侪代志拢做了无够好诶？足侪代志拢做了无？就算代志拢做了真好，但是咱若详细想哦，咱对人，咱甲人的关系也是有很多小毛病的，很多的小毛病。咱讲哎，即句话是不是？换一个讲法会搁较好，咱常常拢选择迄个毋是上好的方式来表达，比较互对方受到一寡无必要的艰苦。咱拢活伫一个亏欠上帝的荣光的，咱的心内有贪心，咱的心内有时阵会甲人会嫉妒，咱的心内有时骄傲。或者是怨恨，这个拢伫咱的心内不断的影响咱，甚至当咱无来好好啊处理的时阵，这个有一天会互咱的性命来软正，甚至咱就陷落伫魔鬼的诡计的内面。所以咱看见罪
来影响咱，做互咱的性命有一个破口，互魔鬼来攻击咱，来捆绑咱，来互咱来失去上帝的荣光。咱知影人是上帝受造，是有上帝的形象，但是咱犹原伫罪内底，渐渐受着捆绑。但是耶稣基督的降生，就是互咱有盼望。耶稣基督的降生，就是要互咱得到讨报。耶稣基督的降生，就是要互咱第二遍的机会。而且这个第二遍的机会是不断的第二遍的机会。当咱每一遍活倒来求叫主的名的时，主赦免咱的罪，咱就得到一个重新的开咱。因为耶稣基督，伊用伊的无罪，这个幼囝，这个奇妙的婴仔，咱唔通干那看耶稣亲像一个婴仔共款，倒伫马槽的内底，你唔通袂记这位倒伫婴仔、倒伫马槽内底的婴仔，有一天，伊要为咱行去你世界的顶面。有一天，这位婴仔真古锥，但是这位婴仔，伊30年了后，伊要出来传道理，甚至为着咱替死伫世界的顶面。所以咱看见这位婴仔，伊的名叫做什么名？耶稣。伊的名就代表伊的身份，就是伊是咱的救主。透过伊，咱遮的有罪的人，会当甲上帝搁一遍和好，咱会当免除了上帝对咱的受气。上帝要带领咱，互咱搁一遍进入伫伊的光明国度。咱无法度拯救家己，咱会当用真多物件来糟蹋咱家己，但是咱犹原无法度拯救家己。咱需要一位救主，咱需要有一位救主，因为咱亲像跋落伫水里，无法度将家己救起来，咱需要主将咱来牵起来。圣诞的故事，佫较是关系到一位犹太人的君王。圣诞伫当时，耶稣基督的降生的消息是非常的敏感。为什么敏感呢？因为当时是罗马帝国来统治犹太人。伫到罗马帝国，因是一个殖民的状态，殖民的状况。但是竟然犹太人咧传说一个故事，就是迄位上帝要差派一位弥赛亚，正做是犹太人的君王。咱看见圣耶稣，其实耶稣毋那是干那应允互犹太人的君王。耶稣的降生，耶稣的身份。佫较是启示录内底所讲的迄位万王的王、万主的主。请咱做伙讲一下，耶稣的身份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来讲一下。耶稣的身份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咱伫圣诞节的时阵，咱看见耶稣，咱就会想到一个小宝宝。平安。但是咱毋通袂记，圣诞节阁有另外一个意义，就是咱咧听候耶稣基督的再临。甲边仔人讲一下，圣诞节也是听候耶稣基督的再临。来讲一下。圣诞节是听候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再临是非常无共款的。耶稣基督的再临就亲像是启示录所讲的，伊阁来的身份。是全新发光，伊过来的身份是荣耀的身份，伊过来的身份是将伊真正的身份拍开，互咱看。圣经启示录写讲，伊的骹顶面写着万王的王，万主的主。所有的国家拢必须爱跪落拍拜，所有世上的君王，所有世上有权势，就算是。在杂志内底所讲，全世界最有权势的人，叫做乌白马对无？乌巴。全台湾讲唯有进榜的叫做郭台铭。就算是所有遮有权势的人，就算是中国上大的君王、上有权势的习近平，当耶稣基督搁再降临的时阵，无一个人会当无拍拜。
无一个人会当无拍败。这就是君王。耶稣基督降生就是君王。耶稣基督降生就是君王。伫咱面前的耶稣，伊就是君王。伊毋若是救主，伊也是咱的君王。讲到君王，讲到国家，咱就要问讲请问牧师，耶稣基督是君王，安尼伊的国家伫倒位？耶稣基督是君王，伊的子民伫倒位？伊的百姓伫倒落？伊的国民伫倒位？咱看见当耶稣来的时阵，伊并无用武力将罗马帝国来压倒。当然，咱知影伊若要做嘛是无困难啊。但是伊无用即个方式来打倒、来拍倒、来推翻罗马帝国。伊来用伊的疼，用伊所教导的真理，来改变了人的心，来互迄个时阵的宗教，迄个时阵的犹太人已经渐渐失去了甲上帝迄个真实的关系。上帝对因来讲，亲像做的律法，但是经历袂到迄个真实的心甲上帝的连接。所以耶稣来就引出，互咱了解怎样甲上帝建立迄个真实透白的关系。耶稣基督用伊的疼，用伊的恩典来改变咱的心，来恢复咱甲上帝的关系，恢复人甲人的关系。咱看见伊无用武力来推翻即个世界的权势，但是伊的话，伊的疼，一步一步改变了人的心。咱看见初代教会当圣神充满伫因的内面的时阵，遮个人开始改变，开始有影响力，做侪人得到影响。即个影响经过了罗马政府侪压迫捆绑，初代教会侪基督徒互等到伫竞技场内底甲西来烧烟。当然，烧烟咱知影下场是啥物，绝对是受吞食的。遮尔多压迫内底，伫300年后，上帝的疼一步一步来改变，甚至罗马帝国受着改变。咱看见一步一步主的恩典，一步一步的改变，到伫现今，耶稣基督的国已经成做这个世界上大的国。耶稣信仰耶稣基督做主的这个国，已经是全世界已经占着1/3，将基督教甲天主教来加做，也是东正教加做一伙的时阵，就是全世界上大的国，已经有1/3，已经有22亿个人口。咱搁较知耶稣基督，伊阁是未来的天国唯一的国，唯一的主。各位兄弟姊妹，当咱伫圣诞节的时阵，咱知影这位降生的是救主，咱知影这位降生的是君王。安尼，咱就来问咱家己：这位万王的王，万主的主，敢是你的主？敢是你的王？敢是你的主？敢是你的王？咱拢会来教会做礼拜，咱拢知影咱是基督徒。但是佫较要紧的是，咱心内的宝座是啥物人咧坐咧？耶稣伫这个地面上呼召人问对伊，这位降生的君王，同款要呼召咱，成做伊的子民，用伊的真理来活，成做伊的子民，照伊的法律来行。耶稣基督也应允咱，耶稣基督嘛应允咱，伊的真理要互咱得到透白。这个世界讲，我家己做主人，我就是一个上透白的人。但是当咱伫信仰的内底渐渐来了解时，咱会发现，原来家己做主人，颠倒受着捆绑。原来互主做咱心内的主人，咱煞颠倒会得到真实的自由，真实的透白。耶稣的身份佫是啥物呢？耶稣的身份就是以马内利，请咱做伙讲来。耶稣的身份就是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是啥物？上帝甲咱伫地，上帝甲咱伫地。
伫马太福音第1章22节到23节，上帝话安尼讲：这个事是要应验上帝对先知所讲的话，要有在色女怀孕生囝，人要称伊的名做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上帝甲咱三角地带。耶稣是咱的救主，耶稣也是咱的君王。但是耶稣阁有真特别的一个身份，就是以马内利，就是迄位甲咱地带，透过圣神，透过圣神伫咱的心内，耶稣基督要永远甲咱地带。伫约翰福音15章第13节到15节，请咱做伙来读这段的经文。伫首歌内底有请人为着朋友牺牲性命，人的疼心无有比这个更较大的。你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对当以后，我无阁称恁做奴仆，因为奴仆毋知影主人所做的事。我是称恁做朋友，因为我对我的爸所听见的，拢已经甲恁讲。这位降生的以马内利，这位降生甲咱三角地带的主，伊阁进一步来应允，伊要为着咱牺牲性命，伊阁进一步来应允讲，伊要成做咱的朋友，成做伫咱身躯边的朋友。各位兄弟姊妹，耶稣基督的降生带着一个疼的故事，这个故事就是伊要成做以马内利。这个故事就是伊是甲咱地地的迄位。这个故事佫进一步讲，伊要成做咱的朋友，伊要成做伫咱身躯边的朋友。当咱拄着，当咱欢喜的时，咱会当甲主讲话，讲主啊，我感谢你，你的疼是遐尼大伫我的心上。当咱拄着艰难的时，咱嘛是会当甲主讲，主啊，主啊，我是要安怎呢？主啊，主啊，即件的事是要安怎在做的？主啊，主啊，等下我拄着伊是要安怎讲话呢？主啊，主啊，求你互我智慧，因为我毋知影安怎来处理这个事。你也会记住，主是咱的朋友，主是咱的以马内利。耶稣基督是咱的救主，耶稣基督是咱的君王，耶稣基督也是咱的朋友。这个阁有一个阁较要紧的身份。耶稣基督是甚物人？这个问题其实圣经内底一直咧问这个问题。伫马太福音的13章内底就记载着这段的问答，请咱做伙来读来。耶稣讲：恁讲我是一罪。西门彼得讲：你是基督，是因我上帝的囝。耶稣对伊讲：西门约纳，你是有福气的，因为这毋是属迄气指示你的，是我伫天灵的爸所指示的。耶稣问伊的学生讲：恁讲看卖咧，我是甚物人？咱会当甲理解讲，这个做这个叫做真理造就班的期中考。你看讲我是谁？讲学生就因讲，有个人讲耶稣啊，耶稣，别人讲你是先知啊，别人讲你是一个真好的教师。亲像咱即摆的社会嘛共款嘛，讲耶稣是甚物人？哦，耶稣是一个基督教的教主啊，耶稣是甚物人？耶稣是一个道德的专家啊，咱拢真多的。但是耶稣阁进一步问讲，这是别人讲的，那呢？恁安怎看我？恁安怎看我？西门彼得就应耶稣讲：你是基督。是永活上帝的囝，你是基督，就是你是迄位对上帝来的救主，你是永活上帝的囝。人的囝是人啊，人的囝是人，所以咱知影讲上帝的囝，其实是咧表达的，就是你是对上帝遐来的。你是对上帝遐来，甚至你是对上帝遐来，进一步来讲，你就是上帝本身。各位兄弟姊妹，耶稣的身份是啥物？耶稣的身份就是道成肉体的一位。这位降生的婴仔是啥物人？你毋通袂记记，咱毋通袂记记，伊就是上帝本身。请咱做伙讲，
这位婴仔就是上帝本身。来，做伙讲一来。这位婴仔就是上帝本身。这位降生的婴仔就是上帝的本身，上帝的真的像。所以耶稣就讲：恁看见我，就是看到天父。耶稣就安尼讲，耶稣讲，恁听见我的声，我所讲的无一句毋是对天父所交代的。咱来亲近主耶稣，咱来敬拜伊，咱来倚靠伊，咱相信伊是咱的救主，咱相信咱承认伊是咱的君王，咱知伊永远甲咱伫地，拢是因为耶稣，伊就是上帝来到伫咱的中间。耶稣就是上帝来到伫咱的中间，耶稣就是迄位独一的真神。所以咱是要怎回应伊咧？最近咱拢咧为着圣诞节无用试菜，最侪会感动的事，牧师要甲咱三角来分享。今仔日讲到牧师的压力较大，因为后壁有一台啥物件咧翕啊？后壁有一台录影机咧翕，因为咱的嘉诚兄嘉诚，伊会感动。伊的感动就是要为着教会来即个奉献录影机以及楼骹的一台较大台的电视。较大台的电视，毋是要互兄弟姊妹坐伫楼骹做礼拜就毋免爬起来。所以伫楼骹的兄弟，你拢看到我。所以鼓励你讲，鼓励咱，因为有时咱伫楼骹做礼拜，实在是较容易分心，对无？嘿啊，因为蔡主管做我叫的啊，而且蔡主管佫会骑脚踏车对你的面前过去，对无？我毋知，我是毋知影你伫楼骹做礼拜要当专心，我是毋知影要安怎做到的。所以即个任务是要帮助讲，可能圣诞暗暉人较济的时阵吼，有一寡兄弟坐马入来的时阵，会当伫楼骹迄个所在，会当来参与伫即个当中。嘉诚奉献伊的金钱甲伊的时间，伫即个所在伊变两三工，甲将遮个连线的代志，会当拢总好好来完成。阁有一位的姊妹，咱的保育者，伊嘛奉献伊的时间，讲昨伊请假，为着要准备圣诞节的暗暉的代志，伊特别请假一天无去上班，钱无爱趁，为着要准备圣诞节的活动。本来即礼拜啥物人，阁有另外一项，就是本来即礼拜啥物人私会牧师嘛无确定。但是咱的蔡长老，伊拖着住院住2工的身体，昨出院了。昨出院，医生问讲，你还要不要继续住啊？来讲免啦。伊心内是咧想啥？心内想讲，等今仔日就爱私会哦。所以医生讲，佫会使住，但是伊就为着主的缘故，伊就讲身体已经有较好啊。就会当来参与伫服侍主。各位兄弟姊妹，主是咱的救主，耶稣这位婴仔是咱的救主，伊拯救咱，伊头帮咱的罪。这位婴仔是君王，伊若掌管这个世界，伊若影响人类的历史，伊嘛要影响你家己的历史，伊嘛要影响，伊也要成做是你生命的主宰。耶稣基督是迄位以马内利，甲咱三角伫地。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囝。遮个更较要紧的是，耶稣基督是你的啥物人？伫洗礼班的第一课的第一个问题，第一句话就是耶稣是谁？这个问题决定了你的现在，还决定了你的未来。耶稣基督对你来讲是啥物人？决定对你有一个极大的影响。愿今年的圣诞节，咱好好来安静咱的心。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真做咱的救主。耶稣基督真做咱的君王。耶稣基督真是甲咱三角地地的迄位，咱三角来祈祷。
咱做伙来对耶稣基督献上咱的心，咱三角开喙，为罪这位救主，这位君王，这位以马内利，搁较这位真实上帝的囝，咱来祈祷，请。哈利路亚，主啊，你是阮的主，哦，主耶稣。主啊，你是阮的救主，主啊，你是阮的拯救，阮要敬拜你，阿罗你。哦，主啊，阮就搁一遍伫你的面前，为着阮的救主你来赦免阮的罪。主啊，阮的是阮是常常是软正的，但是阮知你来就是要拯救阮、透放阮，阮知来你来就是要将你的光来照亮伫阮的心内。主啊，你毋若是阮的救主，你搁较是阮的主宰。主啊，阮要将阮心内的宝座来让来，阮要对阮的宝座来落来，互你做阮的主。主啊，你阁是迄位教阮伫地，主啊，你阁是迄位要教阮三角伫地，要引带阮、充满阮。主啊，感谢你，因为阮无孤单。主啊，感谢你，因为你要时刻教阮三角伫地。主啊，感谢你，你来到这位世间，你就是想。互阮天顶地下，搁一遍有这个机会，互阮会当到伫天地遐。主啊，感谢你，阿罗你，哈利路亚！主啊，感谢你，阿罗你。主美的上帝，阮要感谢你的恩典，因为阮知你是阮的，你来到这个世间，你的名就是上帝的拯救。你要拯救阮，互阮对无法度拯救家己的罪恶内底得到透放。你伫十字架顶就要来救赎透放阮。慈悲的主，阮知你毋若是圣诞节降生的迄位囝儿，你阁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你阁较要爱阮来降服伫你的面前，成做你的子民，互你来引带，互你来掌管。主啊，阮阁一遍将阮家己奉献伫你的面前。主啊，你阁是一位，你阁是以马内利，你要永远甲阮三角伫地，你永无离开阮。阮毋是孤单伫即个世上，你要成做阮的朋友，你要永远伫阮的心内感动阮，时刻无离开。主啊，你着所告别的，你是基督，你是永远上帝的囝。主啊，阮也要共款。甲伊来讲，主，你就是阮的基督，你就是阮的上帝，你就是阮所敬拜的迄位。阮要将荣光颂赞归伫你。主，阮知有你伫阮的心内，阮就拢无欠缺。主，阮感谢你，阿罗你，荣耀归伫你。各位兄弟，即个时阵，牧师嘛要来问伫咱的中间，伫咱的中间敢有人？咱犹原目睭开开，伫咱的中间，敢有人你以前毋捌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今仔日来听到圣经的话，来了解耶稣基督是咱的救主。耶稣基督要成做咱的君王，耶稣基督要成做甲咱伫地的迄位。你的心伫主的面前，愿意承认讲，我要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有即款的朋友，有即款的兄弟姊妹，即个时阵，咱会当将手举起来，牧师要替你祈祷，牧师要替你祈祷。你要接受耶稣基督，成做你的主；你要接受耶稣基督，成做你的君王。有即款的兄弟，请你会当甲你的正手举起来，牧师要替你祈祷。感谢主，敢阁有感谢主。你过去无接受耶稣，你今仔日要接受耶稣的，敢有？感谢主，感谢主。咱三角手请会当放落，咱三角来祈祷。慈悲的主上帝，阮要感谢你的恩典。阮伫即个世上来口走，阮实在是真软正。明明知影的好，阮常常无去做，无应该做的，阮是定定来犯。阮知影安怎是好，但是阮是做袂到。
阮知影安怎是无好，但是阮无迄个气力来拒绝。主啊，阮这一遍将阮的本心显明伫主的面前，阮需要你。慈悲的主耶稣，阮要拍开阮的心门，求主你进入伫阮的心内。伫圣诞节的时，由你就降临伫阮的心。主啊，互阮时刻有你甲阮陪伴，无离开阮。你是阮的主，你是阮的救主，你也是阮的君王。你是阮的以马内利，永无离开阮。阮要一生尊敬你最大，阮要一生来跟对你、服侍你、敬拜你。主愿你是阮祝福伫遮个举手接受你的兄弟姊妹，遮个心内虽然毋敢举，但是心内愿意接受的。主，阮知你也听见因的祈祷。主，求你就改变阮的生命，互阮一生对你来行。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